15號啊，15號啊，啱啱去完專，打3號風球啊，今日都未落，好似晏晝先落。香港廣東一帶3號風球，琴日都冇出去。佢又唔係落雨嘅，大風咯，飛風。應該佢有個博覽會啊，三日家居嗰啲，跟住睇下先。喺巴士站，深圳嗰個巴士站嗰度，咁去睇一睇啦。跟住而家飲杯咖啡，跟住去食啲壽司，幾快啊！咁就半個月啦，快到不得了，15號半啦。本來話翻港啊，都冇翻到，打風啊嘛，想翻，但翻又冇咩做。咖啡先，13蚊。呢間都 OK，幾好飲呢間。就嚟間 Coco City。一間揸入點雞仔去食嗰間蟲乜鬼啊？食日本嘢，嗰間都好食喎，嗰間上次食咗60幾蚊，食咗10嚿，款式多嗰間。佢呢度 Coco City 都有嘅，嗰啲日本大嗰啲回轉壽司上次食過，嗰間真係麻麻一般，都係食咗60幾蚊，但係好炸咯啲嘢，食得出去炸。哇！個黑婆，屌！南非好似有黑鋪，唔知係咪真係南非嘅？幾多紙咧？因為揸車都近嘅，其實唔好遠嘅喎。3號高啊！哇！展馬廣場 Holiday Park， 間日本嘢幾好食嘅。但係佢上次第一次嚟我唔識嗌嘛，我睇嗰個圖片就以為即係嗌6蚊有2件，其實得1件咯，咁都抵食嘅1件。即係你嗰啲帶子啊、三文魚啊咩1件。上次去嗰個旋轉壽司就10幾蚊，即係你自己攞㗎嘛，10幾蚊2件。哇！好頭。咁呢度好食嘅呢度，呢個價錢好 OK 喎。香港貴少少啦，香港食。上次食嗰個壽司郎都係81、2蚊，但係呢度品種多啲咯，同埋唔使睇價錢，中意係咩係咩。佢有啲海膽嘅，不過都貴海膽，20幾蚊一份。食完又去嗰個博覽會度睇睇，去個博覽會今日做嗰啲家私啊，家私博覽會3日，間書局去度，或者可以帶細佬過嚟睇睇。Yamaha彈琴嗰啲啊。呢度有廁所，去廁所先。由你呢度食啊，幾好食嘅呢間。松本啊，唔知想等埋啊。佢其實隔離都有間壽司嘅，不過可能私人嗰啲咧，麻麻好睇落麻麻地，好似即係鋪頭仔咁。間啦，依家有三間嘅魚鬆餐，利和廣場有一間，跟住假日廣場有一間。預約咯？沒有。不帶位，沒預約，有位。有位。啊。我這個有嗎？哦，那些桌子都是被人留位了，上面还有14桌没来，他们提前留位的。咁飽，
坐滿晒，點咩先？今日唔知係咪星期日，都等咗好耐。呢度送咗個鵝肝12件啦，豉油。呢個係抽牌分開，即係冇撈馬就剩咗威立撈馬。應該係淺味，淺嗰啲食到深味。呢個攞咩食？食呢個先，加少少抽牌。呢個係博覽會啦，呢條博覽會就等於平時我返深圳嗰度坐車，深圳中心巴士，中山深圳巴士。咁啊，其實呢度展覽廳嚟嘅，上今日有個家私展覽3日，咁去睇下咯。睇下咩家私啊，咩價錢啊，睇人哋規模。擺喺度，睇一睇。會展中心，即係個灣仔香港灣仔會展中心。佢呢度其實返我屋企好近㗎嘛，即係上次都話呢個隔離大信商場入邊有間 BLG， 一直行就係金色聯盟。你睇下紅色嗰度人啊，我都未嚟過。呢度成日嚟，即係搭巴士嚟過2-3次，即係返出深圳。但係呢個咩會又嚟？大義無當好似冇乜人。今日星期日都冇人。佢3日嘅呢個展廳，今日last日啫，完全冇人。喺深圳調翻轉開咁寒。上次佢要電話登記嘅，咁我就之前都攞咗，即係登記咗，又有電話，又好似都有2維碼。即係啲世紀家博會，佢唔係話你做生意，可能你屋企啊、家具啊，我註冊下先。入到嚟啦，紅豬展廳。美式梳化，長模。2000幾嗎？老闆需要了解茶類嗎？茶類有哪一些？啲皮都幾靚，呢啲真係皮啊！呢啲咁樣，唔知幾錢啦？你好，睇下揾咩家私啊？我商業頭工放喺度㗎。你做一下嘛，很多款式，還買的老公同老女買的，看一下。哇，這個噴口水。也是剛好，因為還有咯，史莫斯可以這邊看一下，老闆。
佢個邊位咧坐得多，一定要闊咗嘅先得嘅。呢邊唔得嘅。一路車啲闊呢啲先得。幾好睇。